香港做 startup 最貴唔係產品，係人力成本，人工高仲要供 MPF， 要租 office， 仲要請 HR， 未開始賺錢已經燒緊錢。因此，越來越多香港中小企開始採用一種更靈活嘅用人模式，透過 EOR 名義，僱主服務喺內地招聘遠程團隊。你能慳到嘅成本包括薪酬差距、無 MPF、無 office、無需註冊內地公司。CY 幫你喺內地合法請人，合同出糧社保，我哋搞掂。你只需要管理工作、推進業務。例如一間香港電商 startup 希望拓展內地市場，但預算有限，透過 EOR 在珠海組建2名客服，負責內地客戶，2名營運處理平台上架及活動，1名技術支援。整個團隊可喺1至3週內完成組建，成本約為喺香港招聘同等人數的40%到50%，同時無需承擔設立公司及長期辦公室租約風險。點解而家係最佳時機？喺經濟唔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，靈活用工加成本控制已成為企業競爭關鍵。EOR 加珠海遠程團隊模式正好結合了低成本、高效率、高靈活性、合規保障。如果你都想用更低成本請人快速組建團隊，又唔想搞複雜內地流程，可以揾 CY。